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利用这短短的时间，给各位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啦。尤其是在做人的方面呢，我们随时都在提醒自己，我们千万不要说一时意气用事而让自己堕落，伤害到自己，伤害到别人，这个是不可做的，而且诸佛菩萨也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戒守得很好。这一句话来跟各位大家互相提醒：痴人不可做，愚痴是烦恼之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不要做痴呆的人，愚痴的人。愚痴是什么？对与错不会分啊，好坏不会选择，善恶不会判断，颠颠倒倒的，是非不分，这叫做愚痴的人。他做的事情都让大家觉得很怪异，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，唯独他不一样，他跟别人迥然不同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？因为他思想怪异啊，他的想法非常大的偏差。他因为不会判断，不会分析，不会去理解什么叫做好跟坏呢？对跟错，他不会，所以做了很多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这是烦恼的根源呢。知道，我们不要做愚痴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明是非、懂道理的人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这样才好啊！邪人不可做啊！邪见是堕落之言。什么叫做邪人呢？就他的这个想法知见偏差了，是邪知邪见的。什么叫做邪见呢？他不相信有来世，人死了以后有来世，他不相信。他不相信善有善报，他不相信有因果。也不知道说我们死了以后还要再投胎转世，有这种种的生活变化，他不知道，他不懂。就算他知道，他就不愿意接受，很倔强，很固执。所以各位，这叫邪知邪见。他不接受善恶果报，不接受我们人会六道轮回。这个邪知邪见的人是堕落的根源呢。为什么会一直在受苦？为什么这恶道轮回？就是因为他的观念偏差，一切唯心造嘛，三界唯心现。这个世间外在的一切是根据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，邪恶的念头，下一辈子一定是堕落，继续在黑暗的地方受尽一切的折磨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这个叫邪见，是堕落的根源。恶人不可做啊！为什么？恶霸是争斗之言，人之间的冲突摩擦，发生仇恨，就是你是恶霸。恶霸是什么？不讲道理，他非常穷凶恶极啊，一直要伤害别人，一直要找别人麻烦。这种心性上就是恶毒的，不但不懂得是非道理，而且没有遵守做人的道德，完全就是要欺负别人，敲诈别人，勒索别人。你看那些卖毒的、诈欺的，现在社会到处普遍勒索、打群架，这都是恶人啊！我们不要去做这样一个工作啊，对社会伤害很深。老百姓啊，生活没有办法安心下来，没办法稳定下来，都是因为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冲突，大家人心惶惶。所以这个恶人不可以做，它是争斗的根源。非人不可做啊！完全不按牌出牌，就不讲道理，这叫做非人。一个没有讲道理的人是妄子之言，他的思想偏差，而且非常的执着，霸王硬上弓，就是无论如何要找你麻烦。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故意找茬的，故意要伤别人的，这种人他就是妄子，他的妄想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，恶毒的念头太多，然后又倔强，又固执，又非常的刚强。这种人他就一直堕落，就是因为他不讲道理，所以造成这一种堕落的因缘来源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在世间最有价值的
就是了解我们宁愿吃亏，我们不想占别人的便宜，我们遵守道德，不要随随便便的伤害到社会。我们不会这样做，也不可能这样做，而且不允许这样做。这才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。今天讲这几句话来跟各位大家做参考，希望我们修行的人呢，要守本分，认真的念佛，回向给这个社会。希望大家没有争斗，没有这一种为非作歹、胡作非为的事情，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，社会非常的和谐，整个人世间非常的太平，这个才是我们所向往的。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介绍。阿弥陀佛。